間惡場不再靠運氣，機洗完之後保證公平。而家牌放入牌墟，依家我就知第一局係和局。9點和局夠唔夠屌？第二局閒家贏，開牌7點閒家贏，第三局都係閒家贏，冇錯，5點閒贏，連住幾口估中，準確率100%，下一口開莊，莊家4點，莊家贏，又中啦！就算隨時飛牌都唔使擔心，莊家贏，咁神奇開出嚟睇下，又中啦！精準掌控牌局。